好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呢段片咧主要係教大家喺做三角學嘅題目嘅時候，到底我哋應該要點樣判斷用 sin law 定 cos law。咁首先咧，我哋望住一個三角形咧，我哋要知道咧，每一隻角都有佢相應嘅邊嘅。咁我哋例如見到 A 對住咧，大街 A 嗰隻角對住嗰條邊咧就係細街 A，如此類推啦。咁所以做題目嘅時候咧，我哋一定要望下個三角形咧有啲咩資料俾咗你。咁你望到咧，而家咧有40度啦、15啦同埋13。咁你要知道咧，邊長15嗰條邊啦 BC 咧，其實就對住呢隻角40度嘅。咁呢一個咧，我哋咧會稱之為咧叫一個完整嘅資料，即係呢個角同埋邊咧嗰個數字咧，我哋都知道嘅。咁有完整資料咁啊，代表啲咩咧？其實如果有完整資料咧，就代表我哋應該要選擇 sin law 嘅。咁點樣用 sin law 咧？呢度咧我哋就唔會討論㗎。不過咧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如果我哋知道用 sin law 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好簡單用 sin law 嗰條式咧，就可以揾到個角 B 嘅。咁揾到角 B 之後咧，咁其實因為三角形啦，我哋知道內角為180度㗎嘛。咁所以咧角 C 咧，其實我哋只需要用180減翻咧另外兩隻角咧，我哋就會得出嗰個角度啦。咁如果我哋知道角 C 嘅話咧，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用多一次 sin law 咧，其實就可以揾埋 AB 呢個邊長啦。咁好啦，你望下，如果咧嗰個三角形咧發現個情況係咁樣你發現咧無論15對住嗰隻角又唔知，跟住發現13對住嗰隻角 B 又唔知，跟住40度對住嗰條邊又唔知喎。咁其實咧呢個咧我哋就可以咧判斷到咧係要用 cos law 啦。咁用 cos law 咧就我哋將嗰條式啦，將所有相應嘅數字咧代翻入去咧，其實我哋就可以求到咧 AB 嗰個長度。咁當我哋咧一計到 AB 嘅長度之後咧，我哋就會發現啦，咦呢個 AB 咪對住角 C 嘅？咁其實咧我哋就有完整資料啦。咁有完整資料代表啲咩啊？冇錯啦，你有完整資料咪即係可以用 sin law 咯。咁你用 sin law 咧，其實就可以計到咧角 A 同埋角 B 嗰個角度噶啦。咁我哋攞兩個例子睇下啦。咁望到咧呢個三角形咧係有完整資料嘅，67度咧對住嗰條邊係10。咁我哋咧有完整資料嘅判斷就係要用 sin law。咁所以咧我哋用呢條式咧就可以揾到 theta 出嚟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呢一個例子咧，你望到9 cm 咧雖然對住 theta 有嘢啦，不過咧但係 theta 係未知數嚟嘅，所以咧係冇完整資料噶。冇完整資料咧就係要用 cos law。咁我哋咧將嗰啲數字咧代翻一個啱嘅位置咧，我哋就會計到啦。